轉播嘅時候咧，就間唔中啦，喺重播嗰陣就會播翻一啲啦，嚟自於呢個球證心口嗰個鏡頭嘅一啲片段。咁啊呢種嘅做法啦，正正就係講緊英超賽會啦，諗住係即係加入喺個比賽當中。大家都歡迎。首先就係電視台啦，咁啊電視台諗住有咗呢一種嘅鏡頭啦，咁啊多咗啲片段啦，令到即係球迷喺屋企啦都可以話零距離咁樣接觸到個比賽。咁啊第二方面啦，就係話嗰個賽會啦，咁亦都支持嘅，包括就係話佢一個最重要嘅想法，就係話希望大家咧用呢個球證第一身嘅角度嚟了解點樣咧，就係話球證嘅工作其實好困難嘅，好多時大家鬧球證嘅表現特別少嘅球證啦，好多時候都成為大家討論嘅話題啦。咁啊，如果我哋用鏡頭之後咧，大家就知道球證做錯啦，都好正常嘅，因為你見到啦，球證呢個第一身嘅角度啦，好多嘢其實都睇唔到，或者好多嘢唔係大家喺電視喺幾個鏡頭唔同角度睇重播啦咁容易嘅。咁啊，所以如果萬一球證有嘢做錯，或者有啲嘅判罰啦係出錯的話啦，係錯嘅，但係如果睇埋呢個鏡頭，你就發現錯未必在球證，可能就係話佢企高咁咪睇唔到咯。嗱，你而家知佢睇到啲乜啦？你知佢睇唔到啲乜啦？咁但係真係達到呢個目標咧，英超球證嘅執法水準係咪真係想唔想話即係人都有錯，球證唔係睇到所有嘢嘅呢個問題咁簡單咧？咁呢個就可能要留待翻即係球迷去判斷啦。而我相信就我呢一個嘅鏡頭啦，雖然叫做還咗球證某啲嘅公道，但係應該就未必可以還得晒嘅。但無論如何咧，呢一種嘅做法啦，即係有呢個心口嘅鏡頭啦，其實就係一個暫時係試行嘅階段。咁啊講緊喺英超開季就由8月開始啦，頭幾個禮拜好似6至8個禮拜咁上下啦，就會喺某一啲嘅比賽嗰度咧係有呢一種嘅即係球證鏡頭。而呢個鏡頭咧亦都唔會話係即係實時喺呢個直播出嚟，只會係即係剪輯嗰啲嘅片段啦，係需要重播嘅時候，當然通常講緊就係話有啲犯規啊呢啲動作嘅時候啦，咁就播翻呢一啲嘅即係球證第一身嘅片段出嚟。而家係咪真係全面推行啊？係咪真係所有比賽都有咧？暫時都係未知之數嘅。咁但係嚟緊譬如出年啦，講緊美國加同墨西哥舉行嘅世界盃咧，咁中間就個初步都有呢一種球證第一身鏡頭。咁啊，當然呢一點咧就反映到個時代進步啦。以往講緊即係其實幾十年前足球電視直播嘅時候，球迷如果冇辦法入場，其實就好似其實都係要寫個人嘅人咯，加埋球迷資料上咗。咁但係而家即係今時今日啦，大家睇到唔同嘅角度，就算睇直播，你都可以揀一啲唔同一啲好似打機一樣一啲你中意嘅角度去睇嘅場面。咁係咪真係有佢必要咧？即係咁做，未必就係，但係就反映到呢個時代嘅差異。世界盃出年啦，就有呢個球證嘅心口嘅鏡頭啦。咁啊，另外有一啲技術譬如嗰啲自動屏蔽啊，可能大家都聽得到，都係一啲依賴一啲嘅科技啦。咁執法或者方法咧，就話呢啲球例啦，係可以準確地執行。咁除咗呢啲之外啦，仲有一個核心嘅科技幫助。但係其實有少少，大家又可能會覺得係咪有必要咧？咁就講每一隊球隊啦，都會分派平板電腦，就係比賽時候用嘅。咁啊，比賽咪比賽咯，你唔係打機係嘛？你要部平板電腦做咩咧？咁啊，大家可能呢啲用個平板電腦有啲咩作用？咁講緊咧就係話，原來係俾個球隊嘅領隊啦，或者教練啦，係做一啲換人嘅時候啦，以往就可能係話交張紙俾場邊嘅嗰個第四球證啦，或者助理球證啦，係去做一個換人嘅決定啊，可能係13號、7號、8號、7號咁。咁呢個我就唔知就交俾球證，球證就做咁樣睇，即係顯示即係做
好咯，我哋或者收到寫字啊，或者點樣同求職溝通嘅動作，就話做出門人咧就同簡單打機都一樣嘅，就喺嗰個嘅系統上邊咧，就喺個平板電腦度做呢個門人。咁啊呢一啲嘅即係新嘅科技、新嘅技術，係咪真係有必要咧？係咪真係好有用咧？咁就都係留翻大家判斷啦。可能更加大情況就係會出現某啲嘅故障啦，包括而家其實睇波間唔中會出現就係譬如球證嗰啲嘅溝通系統可能會收唔到啦，咁間唔中又會令到場波延遲咗開波啦咁啊越嚟越多呢啲系統引入啦，亦都意味住越嚟越多嘅情況啦，可能係即係講緊一般人為控制嘅範圍之內啦，係處理唔到嘅。咁啊，當然你話有需要嘅技術，自然需要人用啦。但係其實冇乜必要嘅嘢，又係咪真係所有嘢都需要電子咁樣去處理？特朗普9月中咧喺聯合國大會發言咧 ，BBC 報道話啦，特朗普1.0嘅時候咧，在座嘅人聽嘅時候咧，忍唔住笑。但到今次特朗普2.0啊，當佢再次發言啊，在座嘅人咧，個個都冇聲出啊，好似咧要細心咁聽。你要幾張單我才行。嗰度咧，我係睇過個 interfaith 嘅單人同埋係跨種族嘅單人係非常之有趣，穆斯林同埋猶太人之間共同地個單。特朗普9月中咧喺聯合國大會發言咧 ，BBC 報道話啦，特朗普1.0嘅時候咧，在座嘅人聽嘅時候咧，忍唔住笑。但到今次特朗普2.0啊，當佢再次發言啊，在座嘅人咧，個個都冇聲出啊，好似咧要細心咁聽。特朗普9月中咧喺聯合國大會發言咧 ，BBC 報道話啦，特朗普1.0嘅時候。都慢慢封閉咗㗎，個原因就係因為哈馬斯嘅 comment 到呢件事，我諗大家都好多唔同嘅理解啦嚇，咁我諗大家都收到好多唔同嘅資訊啦，咁就係即係係咯，譬如我哋有啲前輩都喺度出嚟辟謠就話，我哋係咪好驚啊？要刪咗啲恒生戶口啊呢樣嘢。個龍嚟啊！